有冇曾經聽過一句咧似曾相識嘅説話？我細個對你供書教學，乜嘢都買俾你，你日日黑口黑面咁對住我而家欠你咩？Hello，大家好，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喺心理學上面咧，近嚟咧流行一個新嘅詞語叫做偽孤兒，又有人叫呢個名咧叫做假性孤兒。其實所指嘅咧係嗰一啲物質上面好豐富，但係咧情感上面無依無靠嘅細路仔。我哋睇翻咧50年代一個比較出名叫做恒河猴嘅實驗，心理學家咧 Harry Harlow 準備咗咧兩個假嘅媽咪，一個假嘅媽咪咧係一個有奶飲嘅，但係凍冰冰嘅鋼絲媽媽，另外一個咧係冇奶飲嘅，但係暖粒粒嘅擁抱媽媽。呢個實驗咧震撼嘅位置係當其時咧有一啲其他嘅學者啦提出一個理論，就話咧細路仔之所以會同大人連結咧，純粹係因為大人能夠提供物質嘅啫。但係呢個實驗咧當其時咧所處理嘅方法咧就係喺實驗期間咧，佢哋用咗一隻會發出一啲恐怖聲音嘅機械怪獸咧，就放入嗰個馬騮仔住緊嘅地方。而佢哋留意到咧，當嗰個馬騮仔咧喺佢最驚恐、最驚嚇嗰一刻嘅時候咧，佢竟然唔係跑去嗰隻有奶飲嘅鋼絲媽媽嗰度，反而咧係跑去嗰隻暖粒粒嘅毛絨媽媽嗰度。當佢咧得到一種溫暖啦，同埋心跳嘅感覺啦，先至慢慢咁樣平靜落嚟。喺呢個實驗話俾我哋知，物質雖然可以填飽個肚，但係咧只有溫暖嘅連結先至可以咧支撐我哋度過一啲恐懼嘅時間。一個家庭原來只係得錢同埋物質，細路仔喺遇到人生風浪嗰時候，內心咧依然都係一個無處可避嘅孤兒。我哋咧就稱呢啲細路仔為一啲偽孤兒啦。但係有人會問，係咪淨係留喺仔女身邊就足夠呢？Mary Ainsworth 做咗第二個實驗，叫做陌生情景實驗。佢發現咧，原來真正令到一個細路仔有冇安全感，唔單止係父母響唔響度，而係咧父母響度嘅時候，佢點樣去作出回應。當細路仔驚啦，又或者喊嘅時候，如果阿爸阿媽咧只係喺側邊玩手機啊，或者敷衍佢一句有咩大不了啫，喊咩喊，自己搞掂啦。嗰一種咧冇效嘅陪伴，其實同佢哋唔響度係冇分別嘅。細路仔慢慢都會學識自己嘅情緒係冇價值，長大之後咧就總係會覺得咧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空虛，又或者寂寞感咧去跟住自己嘅。話原來我好多時候咧見到有啲成功嘅人士咧，佢哋乜嘢都有，但係就係唔識處理自己嘅情緒。可能咧因為佢哋細個嗰陣時，阿爸阿媽就係嗰一種鐵線爸爸媽媽，只係能夠提供到一啲物質，但係情感上面咧就唔識回應。好多時候咧喺成長嘅路上面，佢哋學識壓抑情緒，學識咗咧唔會去感受自己嘅感受。記得咧陪伴唔係鬥長時間，而係鬥心靈同步。如果你都係喺嗰個物質情況底下長大嘅細路仔，希望你明白今日嘅空虛同埋寂寞感咧，原來係有原因嘅。生存係需要物資，但係成長係需要溫度嘅。多謝收睇，下次再見，拜拜。